不过，做这个疫苗有少数的人身体会无爽快，所以有可能会当请这个疫苗的接种者。这个劳动部讲，注射的当工假、计工、规工拢会当来请假。啊，这个假头家唔免来发薪水。不过，劳工团体认为讲，这个医护的人力真严，加上请假，会来影响到绩效的奖金，所以这个疫苗的接种假，恐惊同款是看会到，食袂到。全力送疫苗，不过这个效果敢若真有限，因为超过31万剂一剂疫苗，目前医术人员敢若只有18657剂。除了4月12扩大注射的对象，劳动部嘛提出注预防射的假，注射迄一天甲过长工拢会使请，头家袂使要求劳工请病假、事假、特休假，嘛袂使记控制影响专勤，也是其他不利的对待。不过头家会使免发请假时间的薪水，劳动部表示讲，由疾管署另外规划补偿的经费。不可归责于雇主了哈，那所以这部分并没有说要强制给薪，但是最后就是遵照指挥中心研议的一个结果。注预防射会使请假，一日疫苗爱注2剂，就是讲会使请4天假。人力银行调查有6成1的企业愿意提供全新注预防射的假，那咧注射医护人员敢会变较济？医院可以不扣你全勤奖金，医院不可以要求你请事假或是病假，但是它可以从绩效奖金和红利奖金的部分去做扣款，好像有一个变相减薪的状况。雇主要求必须要去打疫苗，因为你可能在国外有业务的话，那这当然这个相关的假跟那个雇主当然是要给薪的，比较公假，对不对？对。劳动部讲爱比较公假补偿金，就找疾管署，敢会比较服役隔离一人1000块的标准。指挥中心表示讲，已经收到劳动部的计划，目前研究调向有薪假，跨部会会赶紧讨论有薪水的假有几工，补偿金有偌济。大家情形拢无共款。